今仔日有向阮隔壁坐我隔壁的同事去开讲，讲即2天发生的代志。想讲向阮翁冤家为着讲学台语啊，学甲阮翁拢无想要听遐济台语，伊转去厝就想要好好休困。有时无时我就喊伊讲台语，阮翁会感觉讲我家己当做一个工具，一个练台语的对象。但是呢，伊转来厝就想要好好休困，喊我好好开讲，好好斗阵。但是我规头壳拢是想要学台语。伊即摆虽然阮翁有忍受讲，我会喊伊讲几句仔台语，但是伊嘛是会怨叹，嘛是会 complain 讲，哪会咱两个就用手语来比就好啊。我听着就被动的，就甲伊冤家。我想讲，我学台语就是遐可能无迄个环境啊，我就想讲伫厝，我讲话就有一寡生活我生活上想要用台语，但是就是爱考虑到阮翁，伊无爱听遐济台语。若较深的，伊嘛无想要听，因为伊可能会听无，搁爱问我讲，你讲啥？也无会误解。有时阵伊问我讲这啥物意思，我讲我嘛毋知影，我就是凭我的感觉去讲出来。但是我毋知影有正确无，我嘛无讲马上就去查。因为我想讲，阮翁就较爱面子啊。我若像老师安尼甲伊教，我想讲伊可能会无欢喜。但是像我安尼讲，我嘛毋知，想要互伊感觉讲我甲伊是半斤八两，拢是伫学，拢是学生尔。但是伊嘛无欢喜啊。伊讲我咧练宵的，我咧甲伊唬烂。若平常时我学袂讲一个无正确的，伊嘛毋知影。就是伊的心情是白爽的心情，所以安怎做伊拢是会无欢喜。但是阮翁是真介意看新闻，看一寡记者会啊，看政府安怎做防疫的代志。伊就会批评嘛。我的心情就是想讲，别人咧做代志，安尼做一定有伊的道理嘛。伊无可能讲遐讲，你想会着，你想着的方法，政府拢无想着，遐讲。我想讲无遐缘头啊。因为政府甲人民应该即个时阵伫防疫的工课内底是共款的心情，拢希望做诚好。因有专家，因会考虑啊，因搁知影讲，做即项头路会影响偌济人，会影响啥物？会影响啥物？有效无效？像入境伫个飞轮机场入境做快筛即种代志，我就想讲，若政府无去做即种全面的快筛，应该是有伊的道理。可能感觉无效，无就是讲人数伤济啊，安尼逐工拢伫遐伫遐筛，可能会足食力。翁就讲，即摆你看，即摆毋是就开始做全面的入境的普筛，所以这本来是对的，是政府以早
以早足固执的，就是不爱做，就是不爱做，就是会喊我钱即款代志。无就是讲着疫苗，伊着做册国产的疫苗，讲这政府就是要安看啦，着为着这国产的疫苗咧服务安怎是要害死人，伊着感觉讲政府这种做法拢是有私心的，拢毋是为着人民好。就会像一寡足难的人的想法，就是若讲今仔日有国产的，政府互伊批准当制作，政府一定不爱进口国外的疫苗就会安怎。但是我想讲，若咱进口有，咱当然就互你选嘛，这无啥。但是难的人就是会甲政府想甲做恶道，就是政府就是为着一个企业，可能伊家己嘛有投资安怎，所以讲要甲人民作对。阮翁就较接受即种讲法，所以定定伊希望和我好好交流，好好大家斗阵骂政府，我拢会生气。讲你莫骂因为我感觉伊讲的观点拢是一种足惊讲足无安全感，嘛足无信任感。但是这代志就影响我和阮翁的感情因为伊会想讲，我着想要和你讲济讨论济我是介意讨论的感觉，但是我每摆拢安尼歹凊，为着政府安尼像网军共款。我今仔讲即项代志，互阮隔壁的同事听，伊讲恁两个就是共款当然的冤家。像你着你着勉强伊听你的台语，勉强伊听台语，着无爱听嘛。伊着勉强讲，互我听一寡伊的理论，恁两个就是足成的。恁两个拢坚持对方爱配合家己，所以讲恁两个较会冤家。咱想想的嘛是啦。我想讲，对啦，其实我虽然想要练台语，我着变讲规工拢伫想即项代志，因为我想讲，我若无家己练起来其实别人听着我讲台语拢是会，我着无想要逐个听我台语，着和我讲华语无甲我当做讲会使用台语讲话交流的人的对象我想讲，这问题应该出在讲我伤拍拼，我我压力伤大，逐工拢想要紧互台语进步。所以逐工拢伫想嘛，若按时转来，翁转来想讲要好好休困，好好甲我交流。我心目中想的，我伫内心想的，就是翁转来我无法度搁听台语的物件，练台语的物件，无法度伫 Clubhouse 去甲台语房的人好好搁继续练台语。这变成讲我伤拍拼、伤骨力，其实这嘛毋对啦，因为我应该放轻松。可能我着无想讲一个台语讲甲无练转，无练转，无练转以后，别人着无想要听，安尼变成我讲台语的阻碍，因为人无爱听嘛。我每摆讲，我着会讲甲嘛是惊，我着希望讲会紧甲台语练好好。
我伤过拍拼，伤过急，我的心足急的。因为我想讲，若讲无好势，人会对你反应就无好。其实这应该是我家己心理的问题，并毋是我台语有好还是无好。因为一个语言你为无啥顺，讲无啥好势，迄音无正，到后来你练甲诚厉害，大家拢愿意和你讲台语，你一开喙，人就想讲，这著是讲台语的人。这中间其实是爱开一寡时间的。除了家己的决心以外，嘛有天分嘛。像阮姐可能就是学语言有迄个天分，伊可能听一届就记牢牢，但是我可能听10届，嘛是袂记。无我发音就一直互影响，互我遐尼侪年的华语影响着。但是我相信我嘛有我家己的优点，只是这优点伫讲台语这方面可能无伫遮，可能是写台语文这嘛无一定啦。因为我本来就是写文章，比我讲话较厉害，所以我应该是爱甲心放互定毋免讲勉强别人，安尼大家嘛是想讲这人是安怎，等下伤惊人走火入魔。因为有一寡物件就是爱豆豆练尤其是我嘛，我就是用讲的，就是较含慢，爱定定去练。这代志嘛毋免遐紧张。我即摆已经第开始做我嘛开始讲用台语来讲日记，讲我的思想。虽然讲可能有一寡词应该是有搁较好的讲法，但是嘛不要紧我就是表达一项物件嘛。就亲像讲我若伫学英文，我一开始要写文章，英文文章，我当然是用较简单的词安尼只是一个起头尔嘛。等我讲久我就知影讲，搁有啥物用法。迄进步一定是会进步，只是讲进步诚紧还是诚慢所以讲应该是爱顺其自然无这嘛是互我生活中拍歹我甲阮翁的感情有时阵讲对啦，我的心嘛是就变讲无好好静落来。像我今仔有用听的听，真正莫计较。我听2届这2届我拢有共款的想法，就是讲写这剧本的人到底伫想啥？若讲这是神的安排粗皮甲有春因两个就是无共款的钱财无共款一个善食人一个是较有钱有一个就是做啥物物件拢足顺足得意的譬如讲因两个查某人因查某人拢拄好有生迄个时阵的社会拢是希望生查甫的结果为虾米是有钱人去生查甫的，搁连生2个查甫的像迄粗皮就遐善食，就遐保顺保如意为虾米伊连续生2个查某的2个查某的查某囡仔查某囝遐贤读册，但是定定就是补学费搁爱去传
若讲因查某人去借着学费，嘛敢若会当甲隔壁去借嘛，就是拄仔好是粗皮仔的死对头，粗皮仔的心阁着伤啊，所以伊有去神明遐有去问啊，讲为虾物互伊遐无顺啊？是因为伊的身体穿甲无够澎湃，这就总是亲像咱逐个心情，咱逐个拢有即种心情，一种自我的典型的自我的心情，就是讲我比别人搁较拍拼，别人无遐拍拼，为虾物别人得到我想要爱的物件？为虾物别人都一个两个一直都连续得到好诶代志？为何我就是一个接一个是失望，拢是无顺呢？嘿，我嘛伫想讲，为虾物天公要安尼安排？因为我嘛是一个写小说诶人，写足长诶剧本诶人，小说。我迄时阵嘛是会安排一寡代志，但是当然有我诶用意，我袂讲凊彩就去安排嘛。所以讲有一寡安排是有用意诶，但是咱定定都毋知为虾物。像我想要学台语，为虾物要学？其实是无天分啊，讲台语就无啥天分。翁就是外省人，但是为何即个时阵我想要学？顶诶，就是虽然厝内诶人会晓讲台语，但是敲电话转去厝内学台语嘛，对啊，嘛是讲定定就会讲，就念啊，你念我，我念你啊。我嘛毋知影讲为虾物要互我体悟虾物代志。若是即个剧本是我编的，是另外一个我，较有毋是伫地球搬去的我，是伫地球以外写剧本做导演的迄个我。迄个我伊伫想啥？伊为虾物要安尼安排？一定是有伊的用意啦，毋是讲超工要甲人创甜啊，因为这无意思啊。就像讲我写一个小说，写一个剧本，就是要甲主角创甜，互大家感觉伊诚可怜。是有人有即种安排，但是以我的剧本来讲，以我的个性来讲，我是为着后面一寡代志，这代志就是可能为着要互主角得到爱，体悟一寡代志。伊本来就是像我写的小说，主角本来袂去做这项代志，但是我安尼一个奇妙的安排以后，主角就会当去接受以前无可能接受的代志。像我就写这哥哥爱甲弟弟有斗阵做伙，但是普通时是无啥物可能啊。那为何有这种可能性？我就是去安排嘛。就是这哥哥可能搁跳后母擂台，擂台以后伊就变甲神经小小虽然生甲诚缘投，但是查某会看到这小小的人，想讲这有病啊！因为即马现代人嘛，对讲会失觉失调症的人嘛是毋敢活近嘛。所以变讲即个弟弟自细汉就对这哥哥是印象诚好。所以讲哪有可能讲像
后来较实在，即哥哥的人共款，甲伊当做一个有病的人，袂安尼啊。啊，弟弟嘛是想讲，即哥哥一定是无问题，所以伊甲哥哥接受的时阵，后来搁斗阵的时阵啊，伊就是比别人拢无共款啊。伊甲哥哥当做以前迄个哥哥，互即个男主角即个哥哥心内是真感动伊敢若有伊对待我像对待一个正常的人所以我会做一寡互主角做艰苦的代志做拍算做可笑的，互伊人生感觉做可笑，拢扣家去，其实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定定想讲，有时阵拄着无顺的代志，还是讲这看一个剧有一寡无顺的代志，应该背后拢有意义。像我最近伫看医务的整理书，整理书就是讲，有一个团队，就是看倒位有人过往去，伊就去因厝内，若有当然拢是有摕钱的啦，服务费，伊就去迄死者的房间，甲伊整理一寡物件。一开始呢，因这男主角是一个亚斯伯格的囡仔人，较20岁尔。因爸爸呢，就真标准，对这真标准真标准，甲这四头拢做甲真好，甲这事业拢做甲真好势。为何会完成第二个任务以后，就过往去？这是为虾米呢？我想讲，这嘛是有伊的意义，因为主角可能想要互一个亚斯伯格症的囡仔会当做无共款的服务，伊有伊的坚持嘛，伊当然是有伊无共款的所在，伊的优点。所以讲，真济咱拄着真济代志，应该是后壁拢有一个做伟大导演、写剧本的人。只是咱也毋知影为虾米会安尼，就亲像讲看我小帅的人，一开始看就讲安怎写甲安尼？写一个神经病啊！这无人要看啊！就亲像讲，若即个人是主角，伊会想讲我的人生哪会遐歹命？我着搁破病，逐个拢看我袂起。这就是我人生，就是乌有去啊！互伊毋知影讲后壁是有用心。可能伊就失志啊！失志以后，可能就无后壁的剧情啊，嘛有可能啊。所以其实嘛是定定伫体验啦，体验讲，即个世间啊，安尼安排，应该是迄个厉害的我，迄个像神一个生命的我，有伊想要互我学着的物件。希望我在前，希望我成长。虽然讲伫别人的眼中，就讲这人有讲台语无讲台语嘛无差，讲起来台语嘛普通普通，安怎，就是别人的眼中是无啥物价值。我做某一项代志，无看到伊的价值，就亲像讲我写小说。我的网友伫社团的网友讲这写这我就无介意看，所以对因来讲就是无价值。但是真正是无价值嘛？我相信毋是安尼，只是讲咱
要看即马，还是讲要看远远的所在，徛伫远远的所在去看，就亲像讲有人看亲情莫计较，看一开头这一个遐善的人，做啥物拢无顺，诚有助，嘛影响伊的某，佮伊的囝儿逝世，安尼人要甲伊帮助，伊佮因为自卑感，因为面子，因为有过冤仇，因为较小气，就甲好意拢杀掉。伊日子歹过嘛是拖累讲某仔囝日子嘛诚歹过。这有啥物好看的？有人就是看袂出伊的价值，当然嘛诚济原因啊。有的人的年岁，年岁阁诚细汉，像我当初时若看亲情莫计较，我嘛袂看出遐济有感觉的所在。我的小说其实嘛是安尼，就是看的人迄年岁还袂到，这毋是因喜意的物件。其实真济物件，无就像我即摆伫学台语，因为我嘛毋知影我学的是台语的到啥物程度，就是时机还袂到，但是我就先伫遐批评家己，伫遐怨叹别人，讲别人哪会无甲我鼓励啊？我为什物爱去做即项代志？即种石头食力，阁无人学落。就是咱若讲看前视的、看眼前的，定定就会安尼。所以讲，我相信讲这是有伊的意义。无遐无聊讲发生一个互大家拢诚无欢喜的代志，结果就安尼，目的就是互大家拢艰苦，互大家拢无欢喜。我相信毋是安尼，若是有安尼，就是因为中途放弃啊。有人看亲情莫计较，看头前就放弃啊。伊永远就是看袂着后面嘛。所以我感觉我是爱成长，爱有一寡自信，爱有一寡勇气。我就是自信无够，定定会想讲，奇怪，我遐拍拼，就拍拼甲安尼啊，怎会我得到的肯定就是无够？其实嘛是像我伫骹写日记，嘛是有一个人会走出来，搁去看我写的日记，伊有兴趣啊，嘿啊。所以对伊有意义啊！伊若对伊无意义，是缘头嘛，无代志就来看，看同情的嘛，哪有可能？即摆的人文章遐济，伊若无兴趣，袂一直看。所以讲，写这一定是有意义的，只是我的心得囥伫倒位尔，就是我的目睭是为倒位去看。这就是我今仔的感想，其实嘛诚济感想啦，嘛是甲家己讲毋免讲，即摆刚开始学尔，就开始讲这有效无效，无就是讲我最近开始写第一篇，就是20几年以后写第一篇的小说，就开始讲这写小说无效，无人要看啦，就开始咧批评。其实写小说嘛，无一定讲爱互足侪人看啦，其实就亲像写日记共款啊，写这就是为着家己嘛。我写小说是为着了解世事，了解即个人生是安怎运作的。那我学台语，就是会当去接收一寡我以早做青分的物件，Clubhouse 啊，朋友啊，网友啊，
搁去加教课啊。阮若以早是袂做即项代志，即种势头，嘛袂去听啥物亲情莫计较啊，嘛袂去一寡网站社团，嘛袂讲去学台语拼音，袂去听一寡讲台语的物件。所以讲，若是我无学台语，可能我听的台语歌嘛诚少，我就是过一个华语的生活，看啥用看华语为主嘛，我都袂去注意到台语因为学台语较会接受的一寡物件。实在一个台语的新闻的主播，就是安尼。应该拢是有伊的意义，但是我著诚紧著爱看着迄成果，爱互我满意，搁想要互人学乐肯定，其实毋免安尼，这是我需要去改变的代志。